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到一間超特別嘅日式餐廳，叫做 Lucky Cat。佢哋最出名就係個火山火鍋啦，成間餐廳好乾淨又舒服，仲有個好大隻嘅招財貓坐鎮。第一道上台嘅係炸麻薯，哇，外脆內煙韌，真係第一次見呢種做法，超正。跟住就到重頭戲啦，火山火鍋，佢哋用豬肉片砌到成個火山咁。超有心思，個湯底濃郁到好似食緊拉麵嘅骨湯咁，淨係飲湯都可以飲幾碗。講到秘技，一定要記得叫碗靚仔。然後呢，我就攞個靚仔，直接浸豬籠，將飯一嚿嚿淥落去個湯度，食落又香又滑，正到飛起。去到日式餐廳，梗係唔少得我嘅老友章魚山葵，我仲叫咗燒牛脷，軟腍腍。入晒味，真係咬一啖，幸福爆燈。總結，呢餐真係超級正，比起平時食開嘅中式火鍋，真係唔同晒。鍾意挑戰新嘢嘅朋友，一定要試下日式火山火鍋啦。如果你有意外傷害你，一定要揾魚律師啊。